街坊，今日帶你嚟睇嘅呢度盤，唔單止係地鐵口上嘅物業，仲要喺屋企門口就有直通巴車你返香港，落街步行2分鐘就係盒馬先生同埋大型嘅萬象匯 shopping mall，吃喝玩樂一站式搞掂。配套咁成熟嘅屋苑，究竟喺邊度呢？冇錯，就係我身後嘅呢個屋苑啦，馬上帶大家去睇下。呢度極簡輕奢嘅風格，全屋採用開放式嘅一個佈局，無論我哋嘅樓層高低咧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一流。再睇下呢一個超10米長嘅餐客一體大橫廳，闊落到可以喺呢度開家庭 party。再過嚟睇下細節，開放式嘅中西廚房，可開可合，喺呢度想整粵菜或者係西餐完全冇問題。燈光懸浮嘅餐台，開放式嘅洗手台，無論係顏值同埋實用度，直接拉滿。公區嘅洗手間位置咧，採用咗3進式嘅設計，簡潔得嚟又明亮。過嚟就係我哋嘅長者房、兒童房，喺呢度我哋可以輕鬆咁樣實現3代同堂。最後就係我哋呢個主人大套間啦，咁一排式嘅到頂衣櫃同埋我哋嘅梳妝台咧都已經做好晒，仲有我哋嘅4維燈光系統，全屋都係暖燈嘅設計。夜晚返到嚟呢個休息區，氛圍感直接拉滿，一日嘅疲勞從呢一刻消除晒。呢一套120平精裝3房嘅大橫廳單位，你中唔中意啊？依家只需要首付30萬就可以攞低啦，所見即所得，你帶得走嘅同埋帶唔走嘅，全部屬於你。如果你對呢一套單位都感興趣嘅話，快啲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帶你嚟實地睇樓啦！